深，花甲与大士左耳来轮到，纸上去弹平，佛经有禅语，3000年经典2分钟拿下，心语似流水，心马才有强，智者的地狱，自然的笑声，读书红蓝卷，下笔如有声，花甲与大士左耳来轮到，心语似流水，心马才有强，智者的地狱，自然的笑声，读书红蓝卷，下笔如有声，花甲与大士左耳来轮道在易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天下平嘅道理就在眼前，但係偏偏要向遠處尋求。天下平嘅事情極其容易，但係偏偏要由難處入手。只要人人親愛佢嘅父母，尊重佢嘅長輩，天下就可以平治啦。天下平嘅道理就喺眼前，非常簡單，只要人人互相尊敬，各盡人倫之責。全乎人者，莫良於謬子。謬子不能掩其惡，空中正則謬子繚焉，空中不正則謬子冒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謬子，人焉受哉？觀察人嘅正邪，冇嘢比觀察人嘅眼珠更加好。眼珠唔可以掩飾佢嘅惡念。心念正，眼珠就會明亮。心念不正，眼珠就會歪斜。聽咗佢嘅說話，再睇佢嘅眼珠，人嘅正邪又點可以隱藏呢？言以達意，目以傳神。言為心聲，目為心影，善惡正邪往往都由眼光中流露出嚟。所以觀察人嘅方法就係觀察佢嘅眼珠。老師啊，睇人對眼都知咁多嘢嘅咩？呢啲就係孟子嘅相人術，同江湖術士摸骨睇相唔同。要有豐富嘅人生經驗，至會有呢種觀察人嘅經驗。做到知人之明，需要好大嘅智慧，識得鑑貌辨識，至可以親君子，遠小人，離損友，近益友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數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淳于坤問孟子：男女唔可以隨便有身體嘅接觸，咁樣係唔係禮法啊？係，呢啲就係禮法。咁如果嫂嫂唔小心跌咗落河裏面，用唔用手去救佢呢？如果嫂嫂跌咗落河裏邊而唔去救佢，簡直就係豺狼。
男女唔可以隨便有身體接觸，呢啲係常禮。嫂嫂跌咗落河，用手去救佢，咁樣係一時權宜。而家天下百姓嘅痛苦都好似跌咗落河裏邊嘅一樣，先生唔肯去救佢哋，到底係咩緣故呢？天下嘅百姓所受嘅痛苦，係需要用道去救佢哋。嫂嫂跌咗落河裏邊，要用手去救佢。救人同救百姓需要用適當嘅方法。濟世救助天下要用正道，以道救世，一定要先令自己合於道，唔可以用一時權宜嘅措施。老師啊，點解我仲係唔係好明嘅？天下間嘅事都有佢本身嘅法則。當我哋遇到特殊情況嘅時候，就唔可以因循舊有嘅法則而唔肯變通。不過我哋都唔可以藉改變守舊法則為名，逃避應守嘅法則。呢個就係早力援之以守故事嘅道理啦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。人最大嘅缺點就係，唉，我嚟教你，你又應該咁樣咁樣。喜歡做人嘅老師，喜歡指點其他人。呢種自信自滿嘅人，喜歡教導其他人，係唔會再有進步。為學不進則退，咁樣麻煩就大啦。學無止境，唔可以自以為是。喜歡指點其他人，其實係出於自信、自滿同自大嘅心理。教導其他人係需要負責任嘅，而且自以為可以教導其他人，佢就唔會再謙虛求進步。咁教導其他人嘅時候，就難免會誤導他人，呢個只係嚴重嘅問題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信不告而取，為無後也。君子以為猶告也。不孝嘅事情有三件：一、阿諛曲從，陷親不義；二、家貧親老，不為祿事；三、不取無子，絕先祖字。其中以絕字嘅罪名係最大。代代相傳，燈火不絕，係中國人嘅傳統思想。父母當然希望有後人延續繁衍，如果連咁簡單嘅希望都唔能夠達到，咁樣係最為不孝。當然，養育子女責任重大，養而不教，令子女誤入歪道，令父母蒙羞，都係不孝。惠而不知為政，歲11月屠江城，12月余梁城，民未病痟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制之？故為政者，每人而悅之，日亦不足矣。鄭國大夫子產喺治理鄭國嘅時候，用自己所坐嘅車喺冬天嗰陣載百姓橫渡津渭易水。呢啲都係小恩小惠、毫無遠見嘅做法。點解唔趁春耕之前，先將行人渡河嘅橋修好呢？然後喺秋天收成嘅時候，再修建俾馬車通過嘅橋梁，咁樣至係有遠見嘅愛民政策啊！喺高位嘅人，只需要將政事辦妥，以民為本，善於利用方法資源，否則單憑自己有限嘅力量，又點能夠幫助到百姓呢？呢啲小恩小惠，就算日日都做，都唔可以討好百姓，
反而會積累不滿嘅情緒。老師啊，呢次我就完全明白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睇下一個故事啦。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。君主看待臣子有如手足一樣，咁臣子就會將君主視為心腹咁尊敬，事事以君主為先。君主看待臣子有如犬馬，咁臣子就會將君主視為路人咁冷漠，可能表裏不一。君主看待臣子有如土芥一樣，咁臣子就會將君主當成敵人。人與人嘅相處就好似一塊鏡咁，你點樣對待人，人就會點樣對返你嘅。老師啊，再講多啲俾我聽啦。人同人係相對嘅，專制時代嘅君主有絕對權威，但係佢哋都唔可以要求臣民對佢絕對忠誠。君要有義，臣至會忠心，因為內心忠誠並唔係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嘅。無罪而殺士，則大夫可去；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逃。國君無故殺害有識之士，咁樣做臣子嘅就應該離開呢個國家。平民冇犯罪而被殺害，有識之士就應該移居搬去其他地方。事情發生之前必有徵兆，君子處事應該見機行事，唔好等到禍患迫於眉睫，至去諗辦法應付。老師啊，點解我仲係唔明嘅？聰明嘅人係可以見微知著，見機而作。呢一段說話係孟子遭遇到強權暴君，生存得唔到法律保障嘅感慨，亦係一個教人如何趨吉避凶嘅法則。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弗為。流於表面嘅禮，唔係真正嘅禮。流於表面嘅義，唔係真正嘅義。有德嘅君子係唔會咁樣做嘅。徒具形式，表面虛假嘅禮，唔係真正嘅禮。假借義嘅名目，以達到個人慾望嘅義，都唔係真正嘅義。所以禮儀嘅準則，唔係心存正道嘅人係唔可能辨別嘅。老師啊，點解咁深奧㗎？禮同義都係有形式同實質兩個方面。好似男女授受不親係禮嘅形式，但係睇到嫂嫂就嚟浸死而唔去救佢嘅話，孟子就斥責佢係禽獸，亦係呢兩句說話嘅最佳解釋。唔合乎禮嘅禮，唔合乎義嘅義，如果都跟住去做，極其量只係戴住面具做人啫。人有不為也。一個人先要堅決唔做違背自己宗旨嘅事。
然後至有資格擔任偉大嘅任務。成功嘅人一定有自己明確嘅道路，唔合乎於自己嘅道，一定唔會被迷惑，能有所不為，至可以有所為。老師啊，我仲係唔係好明啊？有所為有所不為，並唔係相反嘅兩極。有所不為係措辭嘅堅定，有所為係理想嘅選擇。有所不為係為咗成就有所為嘅理想。如果無所不為，一定唔會有為而成功，更可能係個大惡嘅人添。賢人之不善，當如後患何？從來中意講是非嘅就係是非人。呢個人啊，真係好唔掂噶！你啊，千祈唔好話係我講嘅喎，聽唔聽到啊？幼稚你膽咁講佢壞話？喜歡指責其他人短處嘅人，要想到將來嘅後果係點樣啊？如果喜歡講人壞話嘅人，反過來被人講壞話，一定懷恨在心，然後苦思報復。老師啊，點解我仲係唔係好明嘅？咁就等我再解釋下啦。可能你我都會無意中講人哋嘅壞話，咁就應該盡量避免。經常喺人哋背後講三講四，遲早會禍從口出，甚至同人反目成仇。仲離不為己甚者。大家平日做事嘅態度唔需要太做作，亦唔好太過分，得饒人處且饒人啊！孔子處世待人，從來唔做過分嘅事，生活嘅態度應守分安常，以中正為宜。待人處世唔好做過分嘅事，做得太絕就冇轉彎嘅餘地啦。我嘅志願係學孔子，我體會到孔子一生嘅行事係唔做太過分嘅事，唔太過分嘅界線似乎好模糊。但係孔子講出咗一個合理嘅原則，就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如果唔係咁樣，就唔知道不為己甚嘅分野係點㗎喇。老師，呢次我就明白晒啦。咁樣我哋睇下一個故事啦。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為義所在。有道德嘅偉人講嘅說話唔一定守信。做事都唔一定依住去做。只要依照義理所在，全心去做就得啦。有道嘅人，佢嘅言行唔會拘泥死板，一切都係以義理為準繩。老師啊，點解我仲係唔係好明嘅？守信係美德，但係唔可以因為守信而傷害義。行為係有規則嘅，唔可以因此傷害理。所以義理是否適當，主要係取決於行為。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有德學嘅人，佢一定永遠保持住細路仔嘅一片天真。保持住純真無偽嘅本性，去面對千變萬化嘅事物，咁樣自唔會存有忌害之心。老師啊，點解要有赤子之心啊？
赤子之心係指天真無邪、真誠嘅心。居於上位嘅皇神大人，能夠喺位高權重嘅時候，保持呢一種純真，至係真正嘅王者。博學而長說之，將以反說若也。君子所以要廣博學問，然後詳盡研究，就係要融會貫通之後，回歸到簡要嘅精義。求學首先要注重心得，廣泛咁吸收學問之後，要識得融會貫通，悟出真理。博約長略，呢啲就係追求學問嘅重要方法。喺學識廣博之後，最重要係能夠回歸簡約，咁樣就可以喺學識之中得出原則定理，融會貫通之後得到精要。老師啊，咁係唔係唔好死讀書啊？你果然能夠融會貫通啊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。書文去之，君子傳之。信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人義行，非行人義也。人與禽獸嘅分別就係在於人有天性，具有仁義而已。仁義，好多人唔知道乜嘢係仁義，往往將佢拋棄咗。而君子明白仁義，所以保存佢。大信係聖賢，佢明白天下萬事萬物嘅道理，又詳細考察做人嘅大道。順住天性嘅仁義去做，而唔係勉強假借仁義嘅虛名去施行。人性本善，君子係順應住仁義嘅本性去做，並唔係認為仁義有利於自己而假借仁義之名去施行嘅。老師，呢個道理我明白啦。咁你就受用終生啦。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畫家與大師，左耳來動盪，紙上去談平，不及有成語，3000年經